五妃庙是台南的历史景点之一，啊，为什么这5个王妃会互人起庙来纪念？A 是因为因甲翁婿共生死，B 是翁婿过身了守节一世人，C 是在生的时阵救济足侪善车人。你有40秒的时间，是听起来真感动呢。哦，这有台南的呢。哦，才知影。诶，这是一个景点，咱遮无台南人哦，捌去佚佗过拢分林的啦，拢分林的。是。拜就是应该是在世，伊有救济人的，有救济人，人家会甲你拜，人才甲拜跳，人才才拜无。甲翁婿做伙要收这要，迄敢若甲正常人无啥关系。是哦，敢若是安尼吧？是，嘛是有道理啊。啊是你要先听队长的，队是，长，咱听咱讲吼，来，我感觉是B。哦，守节一世人哦。安尼就听。我感觉是，你感觉？你感觉是？但我唔知啦，我你捌去过？无。是，好，你听你要40秒啊。队长，拄啊无听队长嘿，嘞，这讲我听队长。你哪是你厉害诶！所以这一万块要听队长的就对啊。对。是，好来，你的答案是？我的答案是 B。好，咱来看一下，翁婿过身了，守节一世人，安尼对唔对？是，应该是 A。共生死就对啊，共生死是共生死就对啊，是。答案是 A，就是 A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，甲因翁婿共生死，对唔对？那有分数甲加入去。恭喜得了1万咯！好，来，咱听老师解释，来，老师。因为是1683年迄阵吼，啊，西龙拍台湾，啊，迄当阵郑克爽因迄军队怎失败，吼，西龙拍败，结果内面的即个算将军级的就对啊，就是讲有一个宁靖王，啊，伊怎感觉讲，既然败啊，安尼我就吼来负义来死就好安尼吼。结果伊决定要死啊，伊的即个5个伊的王妃啊，感觉讲。既然啊，阮阿要死，我嘛对伊来死安尼吼，啊，怎啊5个拢吊刀安尼啦，啊，所以迄个所在嘿，落尾怎啊起即个五妃庙来纪念安尼啦，啊，纪念迄个算做讲查某人吼，啊对翁安尼贞洁的迄种观念就对啦。